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再接着看你们书本的第192页，跟第193页，对吧？对。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就是今天要讲的部分来说的话，就是布施的部分那个布施的那个部分，我们就是讲那个六度波罗蜜的。六度波罗蜜当中呢，就是有布施、持戒、忍辱，对吧？对。所以我们今天先讲那个布施的部分。布施的部分呢，就有布施是法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畏施等有这种的布施的方式里面呢，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法布施的方面。二、法布施为他人灌顶、传法、念传承等。想方设法令他人相续趋入善法。然而，在我们尚未完全根除施予之前，虽然表面上在承办利他之事，但也只是如影像而已。那么这个方面来说的话，我们就是要分别就是两个，前面呢我们就是有财布施嘛，财布施的方面呢我们就前面已经讲述过，然后今天是法的布施。法布施方面呢，就是一个修行人，那么当然就是为他灌顶，为他讲述佛法，为他苦传就是怎么说呢，那个传扬那个传承等等，这些一切都是法的布施。包括呢，就是帮他人修法，帮他人念经，帮他人消灾，帮他人超度，全部都是法的布施。那么今天如果说我们在放生的时候，就是要帮众生，帮那个放生的那些众生念经的那些，也是都是法布施。那么在法布施的方面来说的话，就是最主要呢，就是自己如果是要圆满一些功课，像比如说前面呢，我们就是要传法的时候呢，就必须得要圆满自己的相续，圆满自己的相续也必须，比如说我们先要灌顶。那么在灌顶的部分呢，就是什么样子？就是灌顶的每一个本尊，你会念他的仪轨而已就可以吗？那是当然不可以的。那么必须得先自己要传授这个灌顶的本尊的法，就是先接受灌顶，跟具德的上师跟前接受灌顶，接受灌顶以后呢，就是要自己好好的修持，就是要持诵圆满他的咒语各个方面，然后才是可以进行再做一次的灌顶的部分。那么传承也是一样，口传也是一样。然后最主要呢，就是在为他人做法布施的时候呢，必须得要自己就是要了悟怎么说呢，无我的这种见解的一些成就，以致呢就是在断除一切为我的一些怎么说呢，那个实践的行为跟执着以外呢，就作为要法布施的方面呢，就是比较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在做再多的这个法布施的方面的话，也是成为影像而已那么不会是真实的这种法布施，不能利益众生。众弟子曾经问阿底夏尊者，何时方可摄受眷属？何时乃可行利他之事？何时才可超度亡民？尊者回答：证悟了空性，并且具足神通之事，方可摄受眷属。自立断经之时，乃可摇益他众。获得见道之后，才可超度亡灵。此外，尊者还曾说，如今五座之二时，非为招募作样时，乃为策立精进时；非为寻求高位时，乃为治愈
非为是，非为世数眷仆时，乃为医治近处时；非为调化自己时，乃为调伏自心时；非为随持据时，乃为思维意义时；非为道处游逛时，乃为安住益处时。好，所以就是这些都是不用特别的解释，因为就是我们要看那个，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我们这样听到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必须得要想到自己。阿底峡尊者他的众弟子讲的话，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听到就是那么自己就是就像阿底峡尊者的那个时候的弟子一样，我们就必须得要知道自己是不是一定要冲到最高的位置，然后就是要怎么说呢，重视他人的宣扬跟他人的尊重尊敬，这些是不是要做这样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呢就是是不是那么相当就是在可以弘扬佛法的时候，那么是不是要摄受弟子的时候等等各种各样这些怎么说呢这些的部分，然后就还有呢就是我们就仅仅的就在佛经里面的有些词句背得起来或者是想得起来的话，用这个来寻他人的时候是对吗？这种方式是对吗？那都是不对的。我们就必须得要那个词句的意义，我们要好好的去思维什么呢？思维自己的内心和这个佛经里面所讲的这个词句的内容符不符合。最主要是这样去看，并不是说他人符不符合去看他人不是这样的时候，那必须得要看自己。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必须得要知道，一个上师以及一个弟子的责任不同，任务不同那么他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所要修持的范围不同。那么一个上师摄受弟子，那么在传法也好，灌顶也好，都是一样的，就是以没有时间的起心动念跟没有时间的把那个执着的情况下，为所有的众生发心，而且呢，就是今天传法也好，今天那个念诵咒语也好，今天在念经也好，灌顶也好，都是一样的有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弟子在结束传承的时候，也是在行为跟他的这个任务不同。那么弟子的责任呢，就是在认认真真的接收这个传承跟接收灌顶那么在接收口传以这样的一个任务，但是起心动念是必须得要一样的，都是为所有一切众生那么就是在修持佛法，自他利益自己也利益他人的，以自己要有慈悲心，为他人有菩提心。如果为什么要为自己有慈悲心呢？因为要知道，在过去无数的在这个时间以来，一直都是在轮回的苦海当中，已经出现过无量无数的活菩萨，都没有摄受过的我就是多么可怜！一定要这样去想，要为自己要更加的慈悲。到今天还在这个人世界，如果是今天我就获得了一个这么殊胜的人生，而且是要根据自己的这种根基，能够可以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殊胜的因缘的时候，我就必须得要好好的修，不修的呢，就是如果不好好的修的话，那么自己呢比任何众生都更可怜，一定要这样去想。自本作人